看一些案例啊，就是说在我们下面还有看了一些案例，你们就是轮流看的时候，你们每个人要去专注于你自己的治疗跟判断的这种习惯，就是就是要借那个机会还有练习。어쨌든 가서 원래 수수 고셔되는 것도 원래 내봤다 하는데 아니 내봤다 다이 되게 주는 게 있다 다시 하고 진 수수비도 공시는 제하시고 돼요. 好，先停。我们回到这个图来讲，这个头骨这个图来讲。我们之前有讲过颞骨的前侧跟颞骨的后侧。A 点跟 B 点。就是那个是，大家你认不得了，我也认不得了，但那个是现的，对对那个是 A 关的 B 关的少对吧？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整个颞骨，你会发现乳突这个部分刚好它对准脊椎的侧面。아니 뭐 저기 템버럴 보다 따는 그런 거 워킹 마스터 프로세스 때 따따 그런 거 저기 그 진짜가 저기 수도 밀리고 이래요. 所以乳突的这个角度，就是你摸这个乳突，不管你是从侧面摸、从前面摸，或者从后面摸，或是摸它下面这个角，那么这个凸出来的角，它两边的角度不同，都会影响到它跟颈，就是我们头骨跟颈椎交接C1、C2的这个拉力跟肌肉有关。其实我这个大家觉得 master process 也当也有什么的，你这个的就是那个是可能就那就是就没大家你没有呢，可能听过了是可能我个这个是 C1 C2 C1的当个这个刚 group 个推上去，我的那大家你没听过的。然后，所以你看，有时候我做这个乳突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没有做骨破，我做这个耳朵的后面的这个乳突的上面这个骨头，还有前侧的骨头，或是下颌关节张开的这个里面的上面、下面或是前面、后面，这张开以后这个下颌关节。其实都是在乳突的前侧这个地方，它这里并没有骨缝。现在你 master process 觉得我是对了如果给数的节目的我需要我这边练对了当，按就给练当，你我是教了的切好怎么切的。所以乳突这个部分的放松啊，它因为它影响C1、C2，所以它相对也对于什么我们的血液循环。还有我们脑部的后脑的压力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你可能那个我这个刚才聊起没了是那个这个照顾就特别聊起没，但那些那个叫个这个叫个那个对的优秀的钱聊起没有的。但是这是一块骨头，对不对？这是一块骨头，但是这个骨头它会这样变动，对吧？它是会这样变动，或是会这样变动，或是会这样变动。有三个角 SYZ， 这样子，这样子，好，这样子，还有这样子，不同的变动。现在你对我是整个本地主要就是搞的，你可能罗了什么，都是两百钱的，了都是多少钱？你两边都是加了钱，两边都是刚看最多的了钱，我说 SYZ 了我这个出，那个了。所以假设这个乳突，你在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两边的乳突它的角度不对，那你要改变这个乳，但是你做这个乳突，不管 B 点，又做这个人字缝啊、整乳突缝、顶乳突缝，然后乃至做乳，那你会觉得，它好像不容易做。那可能一个部分就是它的 A 点，其实就是代表颞骨的前侧绑住，所以你松掉，要松这个乳突这个部分，它动不了，因为被前面所限制。现在那个是都是大家觉得去那个 master process 你看，去练了去教了有了解，我都了错呢。你去那个去，你有去，但是主要当不对呢。你搞起来是那个这个 A point 个搞起来可能如果记得出下记得没讲了有的，我都当没有就真有点没了。所以因为它是同一块骨头，对吧？
我们把它分成前侧跟后侧，所以这个不能动是代表它前面有拉住，对吗？可以，也有这样的概念。现在你我这个它temporary bond可能如果可能得到记着了，现在我这个原来的就当摩托呢，我就当摩托呢，看电过了，现在一般丢了开始就是他们有电过了，对我这个那个了。所以就好像你要推一个东西，但是推不动，然后你要看这个东西应该可以推动，为什么推不动？它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把它绑住？那这种就是呢，你知道就比较大一呢，这比较当土个了，那就当土个了，那当摩托呢，开始呢，开始搞更多的这上大过来了。所以你做的过程，你要去感觉到，哎，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做，为什么好像它这里的放松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你就要想到它这一块骨头的另外一侧，它是不是哪里被绑住？那有时候它绑住会绑到它前面这个前的骨也会对前侧会有限制。这个就是你要去探讨的、探索的。就像你比较前的，我那时候现在干嘛讲啊？谁要么那时候现在修那时候就不是那个就当土个有上就有的了，这当摩托的像个上搞过了是那里，我那刚当摩托的2块钱的现在的个价的当的有的，就像这2了大的我是2块钱，这就这样对用过来了。因为如果骨头在正确的位置，它的肌肉啊，它的循环应该就会正常。所以我们很多人的一些头部的病症呢，其实都是因为他的骨头的角度不对，造成他脑压神经的不协调。所以你有用你这样的概念就很清楚说，就是说他的颈部什么都还不能放松，就是代表他的头骨的错位你还没找到，或是还没把它调整回来。这样有概念吗？就是说你要很清楚他为什么还没有松，因为他的骨头还不是正确的位置。就像开始我如果的念大大就别对呢，那夏天到我这里这苦土的可以那什么大大用过来了。就像我这里我来到就像最需要的来进来是呢，如果这个念如果就是有点那个这个，那夏天的什么有些拿了我早打不起来就这个点那是拿啥用过来。就像像这个的喏，比如当摩托呢，那他都抓摩托呢，可是点过来是呢，像那个了上了个过去的喏，如果的念大大念没有的，就让好过吐过来了，直接上。如果的那的大大的出来的死过来了，跟那个上了过来，全部都回过来了。那讲到这个，我想到我们在试验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拉玛，他常常这个前面会紧绷啊，眼睛啊，然后前额会紧绷啊，记得吗？你们记得吗？但是他又不是头痛，他会头痛啊，偶尔痛，偶尔这边痛一下，有没有？但他都是前面，他奇怪，他不是我们一般头是侧面啊、后面啊、上面这里，就像呢，对吧？那那些的那怎么是说呢？把了我们可以找几多了，找的可能是我你的把当不就多了，但米当什么的，就是他们吃的就这类的了。就像那样的大把那个的，就是那些那些，其他我这个那就随到叫到的什么那个了。但是他这个喇叭看起来身体很好，很强壮，因为可能30几岁，很强。你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他就是这里紧绷啊，有时候要拉到眼睛啊，这样就是所以我就是说我的判断可能他病，然后你摸他的颈椎，他的颈椎也不是说很紧啊，但是他长成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判断就可能不一定是后面的问题，颈椎的问题。아니 제가 대 저한테 그러시는 거 소비에 또 질문 넣어서 또 다다 무슨 주자랑 지내셔라 제가 그럼 소고 상황 돼야 된다고 제가 안에 그럼 뭐지 따지시도 그 진실당 sama 르르베리 다음에 들어라 제가 언제라 갈라서 그런 게 진실당 뒤진전에 말이야 然后我发现他的前额骨跟蝶骨这一段前侧这一段变得比较紧绷，
就这一段，后面还好，就是前面这一段。然后它跟颧骨，我们这个颧骨这个部分，它这个也变得比较紧绷。就像你大姐姐的可能可是Airborne可是我这个对这个这个光注意到那个对那个是这个没这个是如果的我怎么挡不下去出手了？所以我就以 A 点，然后放松它的冠状沟，尤其是前面到前额骨这个部分，还有颧骨。颧骨不是有一根骨头嘛，颧弓，上下去放松它。아니 제가 가르치려서는 어차피 앨범 거지 주제 드리제 포커지 뭐 전도 갈라 구조 거지 레벨 나왔다 올 제지가 어디에 제이 看那个骨头推过来一下。有时候我遇到案例，我就用案例来讲，因为太久我就忘记。제가 아닌 것을 계속 네 번으로 토에는 것을 네 번으로 따는 것을 시기했어요. 요즘은 이제 가시는所以它这里很窄，然后这里很紧，是这里它这里的问题。所以我触诊检查它这里很紧。제가 이게 다시 제대로 그러시는 꼰대로 배 담으셔야 늘어나더니 배 담으셨지 않았어. 然后我就这里放松以后，然后我就会推，我有推颧骨，还有甚至我有另外的手法就是这样子，然后从这里敲，然后敲，然后经过这个颧骨，把这个力量打到里面。好，我只是讲我的手法了，这是更深的手法，然后让里面的紧绷，因为里面很深的东西我摸不到，所以我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아니 제장이 가르치려는데 내가 내 것을 강의 왔네 것을 나바기 도스 맞네 제 아니 원래 내가 도스 나바 도스 아니 도스 거래 슈진 도스 로고요 슈자고요 그래서 나가지 뉴스도 것을 나바뉴 도그 말에 제가 나도 그 반시도 然后然后我打完当然就是好像在敲东西一样的，像敲东西。 제가 것을 제가 도스 동주로 나오요 레라스 他敲完以后，他的眼睛啊，这旁边都松开了。 아니 디스 동사지로 그런 거 나서 아니 미다니 상마 디스를 지로 수송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很喜欢吃很硬的东西，喜欢去咬它？ 아니 이게 안젤 그런 게 제일 지나 나중에 디스 컬러링 차고라고 나도 쓰냐 거기에 라 为什么？因为它相关，你咬东西是不是要后面的臼齿，对吧？后面的牙齿，所以咬的话，它就会相关的从这里会拉到这里，所以这里都很紧，因为咬肌嘛，肌肉在这里，然后关节咬需要这个后面这个牙齿，好，所以就会拉到这里。 제가 안는 거 수제된 것을 열어 어떻게 수제할 상품이 단 걸 알았어. 아니 어떻게 디단된 것을 디가 셔팅 되는 거라 제가 무슨 마가도 셔팅 늘려지 늘려 지는 어떻게 셔팅돼 당당 전데什么 당차게 되었어. 像这样的案例啊，他吃头痛药，或是你去看医院呢，他根本找不到问题。你就是整个印度所有的大医院都，他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问题，可能是他吃东西拉到这里所造成前面这里的紧绷，还有时候可能还有会拉到眼睛。 제가 내 계신 데로 내대된 것을 제가 가지 내가 지문 들어는 관해서 무투동 말에 관해서 뭐 중세형 그것부터 말했어. 어떻게 칼라스 좌우로서 이제 중생 때문에 연구해 봐. 무투동 말했어. 所以纵对头颅骨的角度，像前额骨的角度，你要比较两边，它前额骨只有一块嘛，比较两边，然后它跟这个眼眶，还有这个颧骨这个部分，这它的角度跟它的肌肉，这些都可以检查，两边做比较的。 아니 제가 그 재료들 기본도 메디 예용 가지고 주 가능도 다 그랬어. 아니 무슨 미그제 그거도 제 아니 무슨 그 코스지 상관을 다시 제고래. 所以我们做头颅骨，其实头颅骨有很多可以就是治疗的各种案例，就是有些我根本没有遇过，但是我因为检查他的头骨，我知道他哪里紧绷，我放松他以后，解决他很多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且因为
医院也找不出来。所以头颅骨头颅它影响这个神经的控制，还有它对脊椎神经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能够掌握，其实可以克服很多因为脑部神经所造成的一些功能的限制。其实你这个两把的个就是那个中央炸弹就说什么当这些的，其实这对什么会当出来呢？这个那什么农业了，这个炸土个的，然后是那啥的小土的，叔叔给的那会当的那啥的炸土来弄的那用到了。还有，其实有很多功能，像吞咽功能，吞东西，这个也会影响吞咽。有的老人家他吞咽有问题，就是常会噎着，就是他吞咽，这个也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就那个是民办的民主党的，克拉登上民主党的，我这样的是这样的，其实没见过什么民主党当不到见噶的那民办的，我什么这样的，了不得。哦，所以就是说，你们练习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就是我这 A 点有做 A 点这些骨缝都，你要去感觉这个骨缝两边的这一侧跟这一侧它的角度，去了解骨头。其实就是你要更细，一定要了解骨头的形状跟它的位置，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没有一直摸，你很难体会出来它的形状。就像那个最大家就那些的，A 帮接 B 帮接菜上那个做 A 帮西域 B 帮西域那我的那没有这个，对，叔叔的原因上上面主要可能如果那可能就是他可能都叔叔的忙起呢，哪怕像起呢，可能主要的这都是他可能用的可能好多的了。等我们去大吉岭看病啊，应该会有更多的案例，特殊的案例会出来，就到时候会再找机会跟你们分享，因为有案例，有新的案例我才可以跟你讲，就是因为有很多案例，我以前做过很多案例，就是效果都很好，但是很多都忘记了，因为我就没有在做记录，就是因为已经不是靠这个推拿做，只是义诊而已，所以很多没有，所以大概我会以说我今年来大吉岭，就是我们这次会再去大吉岭，会有新的一些案例，然后我们会到时候再跟，就是我请2个老师帮忙做记录，到时候会再跟你们分享。接着你起码我是大家你来才对的，等到那把这是毛不来个的，这是就那个最近买老给了，现在买到是呢，我买到毛去才有是那把那什么，然后那毛去这，接着这个我这个就不是每年都买了，接着开始的毛全部就是开始了呢，这个店里说这边买到了。其实我们原本就是我们这一次义诊的案例，其实有很多案例也可以讲，但是因为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是告诉你们怎么有概念去怎么样练习按摩头颅骨，然后去做比对跟感觉它的角度，因为如果这个部分你没有办法体会，我要拿骨头，就是你们不是有一副那个拆开的骨头。我要拿颞骨来讲颞骨的变动，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这个角度，你会听不懂，你会觉得哇，这个好像很难啊，就是你会没有办法去懂，因为你连它的外表的感觉的角度你都没有办法感觉，你怎么能够整块骨头怎么变动？它是一个立体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能够去理解我说的东西？其实你其他我这个大家你去学聊的个的那把毛老这个多了，现在讲是就那毛么子面对大家我这过过了，其实其实讲说大家我这个专门问的个的，只要个就去了我这个说大家么也不好么过呢，哎我这个上如果我那的可怜那个店的去了我都是要了那去了是，那种店格来考的啊，就是不出格来考用的。所以等一下你们一样练习这个颞骨，就是我讲这些骨头一样先去练习，就是把我说的，就是说哦，怎么乳突这个部分，前面像关节，好，然后它下面跟颈椎的肌肉交接两边，其实都是要两边比对，然后看它硬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你做了哪里，它有没有松下来，你可以先针对一个区域去研究，然后我们4点以后的那一堂课，就把那个骨头拿出来，那个分开的骨头，我讲一下就是讲一下蝶骨、颞骨还有枕骨3块骨在底部的变动。안에 세상 다다 가서 존나 되게 다다 가상나 시안ning 거 저기 템을 뭔가 그게 된다 저당 좀 야부지네 용어지는 지혜라서 세상 지도시 와지네 안자 소대 안에 구루문에 걸려네 그도 못 하게 해놨어. 所以你们做就是你们做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做久会觉得很无聊，会没有没有耐心，这很正常。以前我经过了那个过程很多年的时间。세상 지나서 존나 되게 유리문으로 이제 내가 제대로 스스로 테스트나 시험을 되니 들어 뉴한지야라고 다 들어 중국에 무슨 유대인 원가나 들어 근데 내려주래서 但是用我的经验告诉你方法去感觉这些东西要怎么去感觉，这个就要靠你，这个已经让你们只要愿意去练习，就能够去慢慢进步。这已经比我以前走的路节省太长的时间。 제가 아니 그때 지난번에 동산지에 이 라디오 지어있나 지난번 한번 나이장을 그수别用过，而且呢，你像什么了，可能比可能2年从什么老些的第一届呢，对最我们去赛票的样子。那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马上体会没关系，就是你慢慢练，慢慢体会。那当然以后你如果你愿意，你对这个头颅骨有兴趣，你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的时候，你再拿我现在讲的这个袋子出来看，你会发现，就是我现在讲很多东西对你会非常有帮助。以后你如果自己愿意更深入研究，你会发现我讲的东西都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제가 지난번에 정리하지 비슷 지난 망반이야 아니 뭐고라 뜻 장애인데 과치를 내내니 수수 응원의 지진이도 수수랑 건 지진이도는 계시 내가 오히려 제시도 sama 루시도 sama 다들 메이트스 마시도 sama 지나라 페머스 펜토 용어에 제가 그는 마시를 좀 sama 그는 레벨이라서 所以你们现在只要依照我说的例子去练习就对了，好不好？那我们每个就是当然怎么去哦，那互相之间要练半个小时。 아니 반전이가 7시간 지났으면 다这样了，好吗？好，那就这样。嗯，行的。